女人上班前会对着镜子大喊3遍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才肯安心的出发。只因爱丽丝就职于英国政府麾下名为奇魁的特殊组织，该组织由8名变种人组成，为国家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任务，因此他们也遭到群众强烈的抗议。可在组织工作10年的他，却对周围的环境感到无比陌生，甚至都不知道进门需要例行检查的流程。那是因为在一次行动中，他被人暗算失去了记忆。为了找出真相，他必须要隐瞒失忆的事。可眼下他连自己的办公桌在哪都不知道。幸好这时有同事和他打招呼，他借机和对方闲聊，很自然地跟随他来到了办公地点。如今他才知道，原来自己在组织里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职呢。但他依旧没有忘记寻找真相。在办公桌抽屉里，他找到失忆前自己留下的信，上面明确表示他早就知道将会失去记忆。可失忆前的他也不知道幕后之人是谁，不过直觉告诉他此人就隐藏在组织当中。最后他给现在的自己一个重要的忠告： Don't trust anyone。短短几句话像是说了好多，又好像什么也没说一样。眼下的他可没精力考虑那些事儿，因为之前大桥下的巴士案和跟他只差1天的银行命案已经引来国家高层的注意，而这些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他们都以捕获变种人为生，其幕后有着一个非常庞大的贩卖财团。迫于上级的压力，高层限他们尽快抓到凶手。此时爱丽丝表现得无比慌张的都要抠出一座长城，因为她就是2起案件的凶手。而8个人当中，只有组长琳达知道爱丽丝失忆的事，于是刚散会他就来找她，想利用与她有关的照片和专门的仪器帮助爱丽丝恢复记忆。但在挑选照片时，琳达特意去掉了爱丽丝与父母合影的照片，可结果依旧是没有卵用。为了找回记忆，爱丽丝再次返回案发现场，看着不远处的停车场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。另外她又在包里发现停车场的收费单据，在这里果真找到了她的宝马名义，在车里有之前的自己留下的信息，告知她在车的备用轮胎里有大量现金，为以防万一之用。也就在此时，她的手机响起，是琳达打来的。原来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监控之中。琳达说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她，但谁又能验证她话的真假呢？与此同时，奇魁组织中的康拉德找到了命案银行的管事人，他知道这家银行是卢加特的产业，而卢加特就是贩卖变种人的幕后财团。于是他控制空气，令对方的心肺停止工作。在这样的酷刑下，男人说出了银行的凶手是爱丽丝。这时琳达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很明显他对手下的人了如指掌，可康拉德并没有说出自己刚查到的线索。看来奇魁的这8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眼。随后他偷偷潜入爱丽丝的公寓，经过地毯式的搜查，让他在洗手间发现那把蓝色的银行保险箱钥匙。更意想不到的是，之前被爱丽丝爆发弄死的8人其中1人竟在停尸房里离奇的复活了。